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19日暗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各大班点名5位台湾政治评论家，包括王岐川、黄世聪、李正和等等，要用听毒法律来治这5个人甲因的家属。高雄姓陈的警察因为甲诈骗集团做军师，互人羁押，后来检方发现另外一个姓洪的警察也有涉案，即马已经成案核准。台湾变装风校尼菲亚是摕到美国变装比赛的冠军，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接见尼菲亚，是感谢台湾的栽培，也让总统也学了伊的勇气。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各大班点名5位台湾的政治评论家，包括刘宝杰、王岐川、黄世聪、吴北辰，也有李正和，讲因是咧来编假消息骗台湾人，调工制造两化的紧张，要用听毒法律来治这5个人甲因的家属。这个消息一个放出来，王岐川就批评讲，其实各大班只是迫害和平的凶手。也让吴北辰是表示讲，伊是更加坚定家己反对中国的立场。抢救王岐川大兵伫2024大选抢起来，和政治评论员李正和电话起庭红起来。李正和甲民进党政治会执行长王岐川等人最近伫政论节目评论中国时事，吸到中国敏感神经。中国各大班15头一摆点名台湾5位名嘴，黄世聪、吴北辰、刘宝杰、李正和、王岐川言论造谣，使人两化对立，要对这5个人甲家属实施听毒法律措施。黄世聪、李正浩、王岐川、俞北辰、刘宝杰等极少数台湾所谓名嘴，他们的错误言论蒙蔽部分岛内民众，挑动两岸敌意对立。陈变化表示，误会名嘴，无顾中国发展进步的事实，调工编造虚假负面资讯，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相关制裁措施可能像禁止入境中国港澳。对此，李正和伫面册回应5日抗进前得到公营制裁。王岐川反馈各台班只是破坏两岸关系原乡，应该反省检讨。这个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要不是凭空捏造，我觉得这都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因为我在中国没有任何资产，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做的反共爱台湾是对的，所以你这么迟才对我发出迟来的正义，不过总比不来好。黄世聪表示，中国制裁名嘴，颠倒凸显台湾言论自由的可贵。吴北辰回应，这是人生上应有的分钟，更加坚定反共立场。我想这个本身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挥它法律上面的一个效用。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宣示，惩治这5个人，那很明显的，你也只是让台湾老百姓感觉你在干预台湾的言论自由。对中国伫5日抗进前大动作要制裁台湾5位名嘴，学者分析，中国想要恐吓、限制台湾言论自由，显然成效无好，颠倒互赖政府执政更较侪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好，来关心这520总统就职咧要到啊！这中国交叉台湾的力头也愈来愈大。国防部今仔日就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军舰6只伫咱台海周围咧活动。这其中有26架次是飞过咱的海峡中线。上晚近的时阵是离家人干那41海里，也就是差不多75公里外尔。即马美国总统拜登是来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立场，也拿亚太驻京空达也表示讲，即马就是重要时期，有信心会当因应挑战。第5日抗新区政府特别交接，中军嘛持续加强了台。国防部15公布讲，中国的机舰伫14暗头开始进行联合舰备警巡操演，到早起6点为止。最近24点钟的中军动态，查到中机45只、中艦6只，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26只的机舰超越海峡中线，也是进入西南空域。国防部都会做敏锐的掌握，我们也必须要说明的就是，任何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做这样的挑衅的举动，对于区域的安全跟和平是完全没有注意的。咱的关心的是，这届各界中机上近是离家人西北41海里，创下这几年第2接近大台北地区的纪录。目前上近的距离是4月2日的37海里。另外，中国军机在因嘛去用记录到
那就是对经过西南空域的美国军机在空中呛声。我火力范围，我要求你降下，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另外，中国的海警船嘛增加干扰金门海域的次数，就是搁再有5隻海警船在金门南方的海域集合。咱的海巡嘛即时出动对应驱离。海巡署讲，这是今年5月中国海警船第5届编队踏入金门水域，520进行台海议题紧张。美国亚太助卿康达14强调讲，美国的重点也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有信心因应挑战。I think we're in an important period now following the January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in the run-up to the May 20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in Taipei in just a few days. But again, our focus will be squarely o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I'm confident we can meet the challenge. 北京也宣布讲，要对按中国进口大约180亿美金的商品加扣关税，锁定电动车、电池等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同时嘛保卫台海和平稳定。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 revitalized our partnerships with the Pacific allies and India, Australia, Japan, South Korea, the Philippines, Pacific Island nations. 拜登攻击中国大量补贴生产，强迫技术转移，这无公平经济行为是作弊，伤害美国制造业甲劳工。美国当咧对抗这寡措施，嘛搁再一摆强调讲，伫美国中国21世纪的经济竞争内底，追求的是公平竞争，毋是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因为讲出咱甲捷克有签协约，要帮助乌克兰的代志，即马和外交部是相对呛。今仔日外交部长吴钊燮去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甲徐卡心搁再相长，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拢无要相让。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内最后一届去立法院备询，甲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成礼二号兵，两个人最近因为援助乌克兰物件有无共意见。之前吴钊燮伫社群媒体答文，阁引起讨论。本来团出蓝营要规划用车轮战质询，和民进党团派出真侪立委透早就伫外交国防委员会，双方一个小拄头就开始论战。我想请这个魔法部部长上台。登记头一个发言，徐卡心穿魔法袍、摕魔法棒，搁送山官予吴钊燮。这份内容锁定家己互人告泄露秘密代志冤讹专案，搁质疑外交部的援助金流讲袂清楚。300万美金，立法院要如何监督？采购是 CHTI 的采购，不受我们国内的这个采购法的限制。对特别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吴钊燮坦白讲，今年台湾参加的难度也是真悬，不过支持咱国的国家数较侪，战绩嘛较悬。吴钊燮进一步公开目前有6个友邦伫 WHO 替台湾提案，不过21只报名截止，若是家己进前捌事件，2个邦交国有登记的忧虑。吴钊燮讲，短期内无问题，5日控是观察点。那我想这一次520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观察了哈，就是所有的这些友邦对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所以他们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元首，就是总理，就是外交部长。根据了解，来参加准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典礼外宾规模达到50团，巴拉圭总统帕尼亚要亲身带团来台湾祝贺，也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也会出席。立法议员困谈会会派35个跨党派议员管理，是历史上人数上届一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林园分局一个姓陈的警察，因为甲诈骗集团做军事，互人羁押。后来这检方发现有另外一个姓洪的警察也有涉案，所以甚至佮代理这个跋筊的网站，认定伊有诈欺等等的嫌疑，即马已经声押核准。另外，伫咧桃园也有一个公诉的检察官，伊是涉嫌为有牵涉诈骗的律师查甫朋友来盗出主意，即马专案已经启动调查。诈骗集团成员互人押入法庭，涉案的嫌犯也有警察。1月底，高雄林园分局辖区内姓陈的关警才押出涉嫌勾结诈骗集团的事件，去互检方羁押。10时分任检方搁再落南，搜查共分局港埔派出所等10位，认定有5个人涉案，其中1人又搁是警察。侦讯后认为洪姓员警涉嫌刑法包庇、赌博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灭证之余。
检方追查发现，已经受亚的林园派出所线单的关警涉嫌担任诈骗集团的军事，提供交件七了各自以外，港部所线案的关警可亲像原有参加，甚至阁担任跋筊网站的代理商。10个下晡申请羁押禁见核准，林园分局嘛快速加记告免职。依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及公务人员考绩法规定，核予从重一次记2大过免职处分，并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不周责任。风纪不良毋拿警方，同地检署4个公诉检察官嘛押出替牵涉到诈团案的律师男朋友7位，建议伊甲诈骗集团的军事线店的律师合作。本署已经由台湾高等检察署调取相关卷证，本于勿枉勿纵原则详加调查，理清事实，秉公处理，并将尽速对外公开结果。桃检表示，已经启动调查，司法警戒少年线甲诈骗集团有牵连，也予外界伫这个内部的风纪。司改会认为，相关机关应该建立监督机制，积极调查，并对确定涉案人充分追究责任，避免有其他的从业人员也因为利益触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立法院前秘书长林锡山受人诬洗超过3100万，互人重判13档8个月，也毋过到当时间关4档10个月，伫昨下晡就已经假释出来啊。即马就有立委批评讲，这就是特权。也那法务部是回应讲，若甲羁押的天数甲加入去，这前后已经有符合假释的条件。也那检察关注小组是认为讲，这白领的犯罪也是政治犯罪，是有可能会当较假释出来的。人用这款贪污受诬洗钱超过3100万。立法院前秘书长林锡山被重判13年8个月定案，2019年7月入监，即马已经第14假释出监，引起立委批评。贪9000万，只关4年10个月，这个法务部假释权利显示有问题。包括羁押的期间呢，有753天，所以它实际上执行的日期啊，它超过56%。法务部驳斥指控，强调加上羁押天数，林锡山已经达到假释的底线。其实检视假释条件有明定受刑前，爱坐满2%有期徒刑，累犯要求更加悬，爱达到2%，加上教化、品性等项目，继续3个月达标，才会当得到假释的机会。只要符合到可以呈报了。我们就会主动来帮他呈报。机关内是3位，外面是8位，来组成审查。虽然讲第一关审核有外部人员加入，共同审查和建议，不过无论结果安怎，将基本决定权依然是交予矫正署定夺。到和平团这期，矫正署审查无透明，长期观察也发现，尤其白领甲政治犯罪的受刑前享有假释的特快车。他们常常有特快车，白领犯罪的人，那像是说有些政治犯罪的人，他们很经常就是在第1次或第2次就能够出监了。比白领等犯罪1、2摆审核就通过，检察关注小组点出，受刑人犯重大刑案，应已经服刑超过7成了后，才有机会放假释，搁较有不少的比例直接等到刑满才出监。那建议审查爱搁较透明，也发声敢要假释采用法官保留。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来看台东地检署有检察官伫顶个月开庭的时阵，因为过斗，转甲制服烫起来，准备要去休困。了后是这个审判长甲要求讲，甲案件审了才会当走，若无就会依法处分，伊才阁坐倒转去。即马台东地检署是表示讲，这检察官有专程来参与审理案件的义务，所以会来启动相关的调查。这件事件发生伫4月7日，台东地方法院审理一件洗钱防治法的案件。台东地检署检察官罗玉德出庭审理，不过时间超过12点，检察官向审判长表示，已经超过时间，烫法袍就要先离开。不过审判长甲伊阻挡，要求等被告补充说明了后才会当走。双方伫法庭上争论，检察官向审判长提出，台东地检署单程上班实施要点，表明已经超过下班时间。不过法官也提出，法院做执法要甲检察官按照违反法定定书，妨害法院执行业务送法办。台东地检署初步调查，当讲检察官破病出庭，就是中昼会结束开庭，才会要去看病，想袂到超过时间才有安尼的情绪。不过后来检察官也是完成开庭。当天身体确实是有不舒服，一直在处于这个低烧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这个本来预期是可以在这个中午这个结束的时候立刻去
看个医生，中午想要休息一下，接着下午再开庭。那没想到因为开庭的时间超乎他的预料。台东地方法院目前还未回应，不过台东地检署表示，检察官是责任制，无适用单程上班实施要点。不过检察官的人无够，每一个人逐个月处理的案件就有8到10件，已经向法务部争取增加人力。不过民间的司改会认为讲，增加人力并未当完全解决法官甲检察官案件一大堆的工作问题。一直把人力增补进来，可是如果整体司法行政的安排上面没有去看到有一些，比如说不管是庭期的安排还是通译的安排，有没有办法去支援整个审理的情况？那其实也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整体，就是等于在大家工作上面负荷，或是在审理品质上面把关的这个平衡。台东地检署强调讲，目前这件事件已经启动相关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第一消息，咱们来看南投一间国小的前校长，伊是长期对查某学生性侵甲骚扰。地方法院经过审理，是判伊有期徒刑15档8个月。这是南投一间国小的前校长，伊姓刘，互人指控长期性侵甲骚扰查某囡仔，而且到今拢无甲人会实的，嘛无甲人和解，所以法院是以加重强制性交等罪，加判有期徒刑15档8个月。另外，咱要来看这宜兰也传出校园的风波，有一个国小老师是受人指控霸凌学生，县府伫调查了后讲，伊只是不当管教，所以落尾是甲调去北京上课。也那这另外一个高中老师，伊是互人指控甲学生性侵，教育处表示讲，这个老师即马已经停职，等咧等待调查结果。关于原北康宜兰一间国小老师虐待囡仔，如同一间国中体育老师涉嫌性侵学生。宜兰市某国小在3月的时候发生虐童的一个事件，还有罗东镇某国中发生性侵的一个事件。当时到目前为止有启动我们涉案全网了吗？关于员表示，一个国小的美术班老师，伊伫教学过程常常对班顶的囡仔渗头渗面，有几十个学生受害，说只有调离班级，有家长烦恼其他班的学生受害要安怎咧？另外，如同一间国中的性侵案，有哪一个女学生受害，这个老师也搁伫其他高中级教册，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两个案件，在教育处的立场都会督导学校善尽职责。依法秉公处理，勿枉勿纵。教育处表示，这个国小老师不是霸凌学生，确实有不当管教，老师才会跟他调离班级。专案已经调查完，一旦处罚结果，涉嫌性侵案的体育老师已经停职，禁止甲学生接触，静待调查结果。前面已经干4年，可是他如果是新人的话，他所有的任期的计算要重新采计，那等于他未来他可能可以再连任第3次了。宜兰县国中小校长林选也表出证据，今日国小校长是在下政处电前检查无通过14天了后，才通过学校新任校长审议，是宜兰第一例校长已经做1年，是不是阁因为新任应阁做8年引起质疑？教师这个工会批评县府大开万年校长的责任。那所以这个部分下来。结果如何，反正我就都尊重。今日国小校长表示，家己是依法参加遴选，算新人也是属人，会尊重教育部限制结果。县府表示会尊重遴选委员会审查结果，照地方遴选要点。这看做是新人，不过因为是校长原校已经任满4年，那国民教育法可能是连任，会请教育部限制。未来也检讨校长遴选作业要点。记者综合报道。4天前，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火烧，有6个人死亡，72个人受伤。检方起诉董事长连大生等人，今仔日1审判连大生等3个人是无罪，也毋过这公司是会照职安法来罚30万。其他一寡员工是以过失致死，判1档至2档的刑期，会当缓刑4档。也那民事赔偿的部分，目前是还阁咧审理。真侪届现身出庭，直直否认缓刑。前柜的董事长连大生旗下前柜 KTV 林森店，真侪年前拿时间拿营业，认为疏失引发火灾，夺走6条性命，72个人轻重伤。关键的一大原因，就是消防设备无正常运作。专案经过台北地院3年外的审理，作出宣判，连大生1审互判无罪。已经告诉他了。谢谢关心，谢谢关心。这是在预期里面的吗？谢谢关心，谢谢关心。包含连大生姓陈的乡里等人，涉嫌犯过失致死、消防法等罪嫌，互判无罪。过失伤害的部分是公诉毋受理。
合议庭考量公司分站管理，连台升是董事长，无对店内消防安全事务负责。毋过姓翁的店长、姓张的副店长等人，分别互以过失致死罪判1年到2年，全部得到缓刑4年。姓王的工程包商判3年，前规所属的特工公司是以治安法判30万的罚金。当然是没办法，自救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可能前期还好，但后来就是发现说开始脑部有缺氧、有受损啊等等各种情况出现，但是一直说自己很有诚意，但是我们诚意没办法看得很足啊。这件重大公安事故，连带省等人和受害人，还有死者的家属和解，50多人共赔9000多万。不过有关有部分无和解，受害人遭成自救回了后，已经提起团体诉讼，相关的民事求偿搁伫咧法院审理。对判决的结果，检方回应讲，收到判决了后，延期敢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高雄有一寡店头拢有收到100块甲2000块的这个假钱，警方落尾是抓到一个48岁姓郭的男性，也查到印表机，也有裁纸机等等的工具，可能会甲判3档至10档的有期徒刑。10人到高雄的青年夜市就门买点心，员工收500块，按过营业结束了后，愈看愈唔着重，钱无铺水线，安全线也是围起的。赚的辛苦钱原来是假，赶紧报警处理。你现在是因为伪造货币案件，假公开支票，我就判你拘提，了不了解？乖。警方接到报案，顺线追查，2天了就锁定48岁无头路的姓郭的查甫人，搁伫伊所处的所在查到假钱、列表机、画线用的银色指甲油、甲裁纸机这证物。2个月过，伊用假钱伫夜市甲店头消费。科嫌自行揣摩制造伪钞的方式，利用彩色印表机正反面列印，再用指甲油画防伪标线，并持假钞在夜市消费变现。那全案已依违反刑法伪造货币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探店头无行用假钱买物件，按过详细一看，其实真钱甲假钱除了纸质卡包、银色红果线也是真粗，包含凤山林仔寮甲青年夜市拢有店头受害。警方爱搁进一步调查，是毋是拢甲姓郭嫌犯有关系？目前估算到日市面的假钱差不多有30多张。警方呼吁，若用假钱买物件，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呼吁民众唔通因为一时的贪念、小贪导致两家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泰国有一个28岁反对君主制度的女性，伊叫做沙内桑孔，伊互人指控犯着冒犯君主罪，自列入去关开始都唔食物件，即马超过100天了后，伫个5月14死亡。伊是泰国第一个因为绝食来抗议死亡的人，所以也引起社会对冒犯君主罪的质疑。点蜡烛用手甲蜡烛砸掉的，防止火化气。部分政权运动人士目眶含着目屎，替过世的山内上空纠结。泰国权君主制度组织粉碎王强的政权斗士山内上空，将会互逮捕最高开始，得绝食抗议，测试传出伫感觉内底心跳停止死亡，将做泰国头一名因为绝食抗议死亡的运動人士。เราต้องตายกันอีกกี่คนหรอคุณถึงจะฟังเราบ้างเราไม่ใช่ใครที่คุณกลัวเราเป็นแค่คนธรรมดาคนหนึ่งที่ออกมา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แค่นั้นเองค่ะเพราะงั้นเนี่ยมันโหดร้ายมาก28岁山内上空是一名法官的查某囝，今年将会伫啦，互当局指控7项罪名逮捕，其中包括2项刑事的冒犯君主罪，每一条罪名上重拢会互判15天的徒刑。伊咧过灯天宣布开始绝食抗议，呼吁改革泰国的司法系统，停止对政治人士的监禁，了后伫2月7日身体虚弱送去降压病院。虽然泰国甲政厅讲山内上空伫4月7日恢复食物件，也毋过政权律师组织表示，到4月第5为止，山内上空
有原地出席，拢总出席108工。事实上，在2020年，省内省行就捌甲另外一名反王室的运动人士做伙出席64工。泰国人权律师组织表示，泰国的模范君主罪是全球上严格法律之一。为2020年开始，差不多260件案件，272个人因为模范君主罪获起诉，突然间击败。政治党的议员斯里诺克嘛因此获判刑6档，暂时等待保释期间上诉。而今年更有人因此获判刑50档，是过去以来因为模范君主罪判刑上长的刑期。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再来看另外一个，日本是新加坡的新总理黄顺才，伫阴暗8点就要宣誓就职。伊今年51岁，是伫美国读经济，了后因为伫新冠疫情期间带团队来防疫，表现甲真好，所以落尾是互人选做是李显龙的接班人。伊嘛表示讲，家己统治的风格就是开放甲自纯，对应该爱做的代志绝对袂少。新加坡新任总理黄顺才是头一位伫1965年独立了后出生，也是伫国族党了后第2位，毋是出身李氏家族的领导人。伊伫国体大汉读社区学校，去美国留学，出伫密西根大学经济学硕士，甲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7年起伫新加坡牧业甲工业部开启长27年的公职生涯。虽然捌伫教育部、国家发展部、文化社区青年部、财政部等单位历练，黄顺才煞无互看做是可能登上高位的人选，也毋过伊凭着新冠疫情期间领导抗疫小组真好的表现，伫人民行动党内得到多数的肯定。只有2年副总理的经历，煞互推选为李显龙的接班人。比较之下，李显龙是伫国族党政府做14年的副总理。黄顺才人生遭遇风行龙时，新加坡梦的最佳体现。That someone from a public housing estate, is able to rise to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Someone who, because by working hard, has been able to reap the success of that hard work.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very much, to Singaporeans as part of the whole, Singapore dream. 就是迄天，新加坡海局时报刊出的专访，黄顺才表示希望将新加坡打造做一个会当有无共成功方式的所在，人只要努力拍拼工作，拢会当得到大棒教育、健保、加退休照顾等基本保障。伊的领导风格是开放加自纯，也毋过对应该做的代志绝对袂回避。伫甲经济学人的专访，访问到中美争霸时，新加坡是啥物立场？黄顺才表示，阮是无亲中，也无亲美，一切以国家利益做首要考量。I want continuity because we should build on what we have today. We should affirm and reinforce what works well for Singapore. But I also want change because we should re-examine and refresh our current approaches and be prepared to break new ground.In order to adapt more effectively to a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另外，掌权20年的李显龙卸任了后，会出任国务资政、辅助行政府。新公布的内阁名单，多数部长拢互留任，显示黄顺才是拍安全牌，重视政权的稳定性。公司新闻黄慧斌编译。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5月14日去拜访乌克兰，伊也表示讲，这乌克兰需要的武器，即马当伫咧努力。伊也讲，这美国会拍算甲罗西亚的资产拢甲扣起来，摕来当作是乌克兰中建的资金。另外咧，这罗西亚总统普京第5任的任期是会做到2030年。伊讲，就职了后第一站就是要去拜访中国。并无事先通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中日14坐暗时的火车，按波兰来到基辅，送来美国国会顶个月通过610亿美金的大礼，总共代表2条的援助法案，内底有乌克兰上需要的防空系统、中远程导弹甲炮弹。布林肯讲，乌克兰所需要这款武器，当咧运送的半中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华盛顿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这是罗西亚侵略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4届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We know that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at's why, just 1 minute after Congress approved our massive aid package, President Biden sent ammunition, armored vehicles, missiles, and air defenses to Ukraine. The work we're doing together moves Ukraine closer to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With each passing month, 罗西亚第10时对乌克兰第2大城哈尼科夫再度发动空袭。
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布林肯伫基辅强调讲，罗西亚总统普京爱为摧毁乌克兰付出代价，讲美国有权利没收罗西亚伫美国的资产，这寡资产帮助乌克兰重建。布林肯伫14现身基辅的一间地下酒吧，展现伊的才能。伊弹电吉他，佮唱歌，表达美国支持的立场，强调讲，即届战争，世界毋但是替乌克兰的战，嘛是替自由世界的战争。另外，普林就职新的总统任期了后，选择中国是伊头一个出访的国家。16、17会分别拜访北京，甲伫哈尔滨举行的第8届中罗博览会。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华进行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尤其即届普京会凸显两国所宣扬的坚定的友part关系，对着美国因为俄乌战争所解的压力无力要义，专家嘛讲，普京会督促习近平进一步支持罗西亚的战时经济，同时尊用更加优惠的介绍来买石油甲天然气。另外一方面，以北京的立场来看，中国伫和美国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竞争内底，嘛真需要罗西亚甲伊徛伫同一阵线。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再来看，少数国会是通过境外影响力的法案。这对反对的人来讲，伊讲这看起来就是要甲罗西亚行较歪咧，所以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即马街头已经抗议几个礼拜，伫国会外口也发生警民冲突。听到国会内底境外影响力法案84对30三读通过，生气的示威群众用要冲破大门，甲镇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附近主要道路也互抗争术封锁，批评人士讲，这法案是俄罗斯法，会用来威胁公民自由。Putin or those Russian fun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sitting in the parliame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take our freedom away from us. 14国会审议这法案过程中，执政党甲反对党相拍甲真厉害，反对派认为这法案被看作是国家路线走向侵华，而且和去年12月摕到欧盟候选国身份的乔治亚走向欧盟正式成员国之路更较歹行。尤其欧盟早就示警，境外影响力法案和支付亲俄政界的政党乔治亚之邦起草，国会由乔治亚之邦甲革命政党支持。უცხოური გავლენის გამჭირვალობის შესახებ კანონის მიღება ქმნის მტკიცე გარანტიებს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ში გრძელვადიანი მშვიდობისა და სიმშვიდის უზრუნველსაყოფად და ეგრეთ წოდებული პოლარიზაციის დასაძლევად, რაც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ინტეგრაციის აუცილებელი პირობაა. 中国反对派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已经表示，就算法案通过也会否决。不过乔治亚总统无实权总理政府，而且执政党国会优势也应推翻也否决。境外影响力是指要求为海外得到20%以上资金的组织，按注册做外国代理人，佮受司法部监控，而且可能被逼到出宾馆自信。若无会面临25000乔治亚拉里，相当代表30万的罚款。公视新闻林本业。即马咱国内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伫落任进前要来特赦前总统陈水扁。今仔日早起伫立法院报告的时，这法务部长蔡清祥煞雄雄请假无来，在野的立委就讲，这部长是藐视国会。有立委关心这陈水扁迄7亿不法所得到底是会安怎处理咧？法务部是强调讲，遐个钱已经充公，未受到影响。法务部长蔡清祥特别落任，宣布起最后一摆的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总统蔡英文传出520进前考虑特赦前总统陈水扁，引发正大的讨论。立法院15举行专题报告，不过蔡清祥人伫花莲请假，理由是为了救灾的检警。若被立委唔接受，谴责蔡清祥藐视国会。民众党吴国昌批评讲，蔡清祥去毕业旅行，表现是让人失望。一直到昨天晚上9点多才请好假，他就是踩准了嘛？踩准了，我不来，你能够怎么样？这样的表现啊，令人失望。他的意思是，反正我明天就离开了。你们也拿我没有办法，我从来都不避讳的，我就是挺扁，我都认为要特赦，正反意见谁不知道会有？陈水扁进前讲，政治案件交由政治解决，
法务部表示，目前无接到蔡总统指示要建议特赦，也若咱国既经有8届特赦的记录。民进党曾随雄表态挺陈水扁，讲特赦是总统的政治判断，支持特赦。不过，陈水扁目前阁有4案庭审，法务部回应讲，庭审的案件无伫特赦的范围内。国民党罗志强质疑讲，若特赦陈水扁，相关的涉案的关系人是毋是会做回特赦？分期付款吗？蔡英文特赦完之后，剩下没被判的案件，等到赖清德上任以后又被判罪了。是不是要再特赦一次？届时不动产，他要没有办法，大概多少嘛？不会连这都没掌握吧？大概7亿元左右。法务部表示，陈水扁的2亿5千万罚金已经执行完。立委追问讲，国内外阁有偌济互冻结的资产？法务部回应讲，非法的所得已经有大约7亿，这无没收的犯罪所得无受特赦影响，因此钱也未先互陈水扁因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变装红星尼菲亚，伊是摕到美国变装比赛的总冠军。总统蔡英文今仔日甲接见尼菲亚，也伫总统府内底表演跳舞。伊是真感谢台湾的栽培，也那总统是学了尼菲亚的勇气，也相信伊的经验会当鼓励到真侪台湾人勇敢做家己。音乐一个向穿招牌金明色表演服的台湾变装红袖尼菲亚，伫总统府表演引起阵阵的掌声。总统蔡英文嘛对这招伫拍扑啊，欣赏尼菲亚车领导一起开的精彩技术。尼菲亚进前伫美国出名的节目《鲁巴罗变装红袖秀》得到上阵一季的总冠军，是头一个摕到冠军的台湾人，打破亚洲魔咒，而且当时台湾纪念玫瑰少年叶永志的性别教育日，意义非凡。在华丽演出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反抗社会的歧视，反叛异样的眼光。我要谢谢各位皇后展现无所谓的美丽。我相信尼菲亚的成长历程。也会带给许多台湾的年轻人勇气，能够无所畏惧，保留真心，做自己。我想这应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总统府有皇后表演的地方吧，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你帮助了我们。感谢台湾土地栽培家己，互尼菲亚讲甲后甜。伊阁特别指出，伊家的服装设计灵感是台湾才有的特有种黄莲花。它需要非常多的泥巴才能长得漂亮。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政治困难，也有很多生长在污泥当中的事情，人们有你的榜样，可以展现出我们的美貌，然后成长成美丽的样子。所以谢谢你这8年来的贡献，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尼菲亚3年半前，捌甲妈妈做伙上公司上来晚餐，担任节目配音的唐启荣，原来受邀请管理。尼菲亚说来要上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互国际见证台湾的多元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经济好消息来看，台北股市开红盘，受到电子甲金融等等的加持，盘中上悬是升来到2万多点。也那台积电也是大起价，落尾是收伫839块，拢总是起14块。美股4大指数全面起价，国家台积电 ADR 各创收盘新高，激励台北股市开盘持续走悬。伫电子、传产、金融这款大股带动，盘中捌起价322点，来到21308点，成功站上21000点的大关。暗过收盘前半点钟起势有较点，中场收伫21147点，起161点，成交金额是4892亿。富国新产台积电功劳真大，以838块开出，上悬来到844块，中场收伫839块，起14块。台积电呢，因为4月营收年月双增，而且幅度非常大，代表台积电的业绩营运状况是相当的强劲。那这归功于这个 AI 的一个需求，相关的股票表现也都强势，这也带动大盘指数。王彦表示，后礼拜就是520总统就职，这礼拜台股除了指数表现真强，以外一寡政策做到的概念股，像讲军工、重电等拢有表现。国家资金有良性轮流起，大盘应该还佫会创下历史新高。另外，美金伫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谈话了后，较落，15亚洲主要货币兑换美金拢起价，国家台股盘中攻上历史新高，亚极的台票兑换美金收伫32.312块，起1.03角。台股的话一直在史创新高，
所以变成说之前比较偏空的台币的话，现在今天就比较呈现一个大幅度由贬转升。今天台币的话就比较明显呈现大幅升值的一个走势。外汇分析师表示，国内出口表现正旺，国家最近台股持续走强，创下新高的带动，所以新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应该会过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扩大健保的财源，健保署长赵宗良表示讲，这补充保费的费率会考虑调悬，但新政府上任了后，就会来讨论。预计这股票减值，也有收储税的人，拢会受到影响。少子化加上超高龄社会，健保医疗支出逐年增加，健保的财务暗斗斗。为了扩充财源，下一步健保署考虑调悬补充保费的费率。亲像鼓励所得较侪的股票族，来加缴一寡补充保费，多赚一点钱的人去多缴是合理的。如果在就是合理的范围内啦，不太赞成因为这个算是我自己的一些小额投资。可是如果说把我这个另外投资赚到的钱又再去课税，我觉得反而会赚不到钱。健保署讲，去年健保补充保费总共收718亿。包括高额的奖金、减值薪资所得、执行业务的所得、利息所得、股利所得、甲租金所得等6大类，只要每笔的金额超过2万块，就会课定2.11%的补充保费。未来会阁考虑调悬费率。薪资所得者，他应该一共是缴5.17%的费率啊，但是在股利的部分是只有2%。好，所以如果是以相同收入，应该要有相同的健保费的这个收取的话，那应该是要进行一些讨论。不过，医界团体认为，好业人有案的技术性走税金，建议除了检讨费率，嘛应该将税基改作加户总所得制，安尼较公平。无论你调整上下限或是费率，对于挹注健保的财务其实都是有限的。呼吁卫福部应该要针对现行双轨下收费不公的情况，来订定更细致的费基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赵宗良讲，即卖健保费率是5.17%，补充保费费率是2.11%，采用双轨制，造成扣税无公平。我哋共新政府上任了，会伫公平性原则之下，重新来检讨补充保费的费率。另外，补充保费扣税金额上限1000万，嘛有可能会调悬。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台湾有5%的人捌有下跔的症头。最近这天气变化是真大，所以医师也提醒讲，这下跔的症头其实参感冒是正常。若准是扫超过2礼拜，甚至讲行路会喘，民众就要去注意啊。最近当时春天甲热人转换的时阵，天气变化大，袂少人会感冒。但是若扫超过2礼拜，会喘、胸坎杂杂。爱说哩有可能是下跔。若是发烧感冒，拢会有一个响响的声音，然后一直大概感冒就爱住院，大约要半年左右安尼，再去免疫风湿科追踪。医生甲讲有下跔的体质。因为气喘它是慢性的呼吸道发炎的疾病，那所以的话，它会需要稳定它，控制得好的话，有大概有30%的小朋友到成人是不会再有就是症状发作的情形。根据国健署的统计资料，台湾大约有5%的民众捌互医师诊断出有下跔。医师表示，空气污染是过敏引起下跔的来源之一，加上最近季节转变，门诊的患者嘛加出1-2成。对下跔的患者，伊咧天气变化足敏感的。第2点啊，亲像迄空气污染的问题啊，嘛是定定会影响到阮这下跔喘的患者的控制安尼。所以这2项啊，拢爱足注意的。医师指出，下跔症头有轻有重，初期的下跔若无好好控制，肺部发炎变严重，有可能会影响肺的功能。医师提醒民众，若扫袂离、有痰、行路震动就会喘，爱量早去看医生，千万唔通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肝癌是台湾10大癌症之一。这患者上界烦恼的肝门静脉弯曲扩大，若准是演变到出血，这死亡率是有48%遐尔悬。即马台北营总是发现讲，透过这个手术，会当减少出血风险，也会当提悬存活率。我做时很正常啦，工作也是拢差不多，也无感觉特别累啦。73岁的陈先生有4型肝癌合并肝硬化，加上肿瘤判断是初期肝癌。台北营总表示，有一条连接食道为肝的静脉，或做肝门静脉，
有一半肝癌、肝硬化的患者会有肛门静脉高压曲张的镜头。那病情延续到出血，6礼拜以来死亡比率有48%。单身是2019年接受静脉曲张结节术，也就是把静脉底部拔起来，减轻静脉曲张的镜头。我们一开始就是比照一般胃镜的流程哦，从嘴巴进去看完10道静脉曲张，看完胃，看完12指肠，最后我们会决定说这个10道静脉曲张当次要不要做结扎治疗。好，那如果要的话，我们会出来装好结扎器以后再进去，然后帮他绑。台北荣总这阵透过研究发现，针对肝癌患者使用静脉曲张结节术，出血风险通降7成。凭传统肝门静脉高压、食药控制的治疗方式，存活时间也明显增加。研究成果刊登国际期刊，有机会改变国际对肝门静脉曲张的治疗共识。肝硬化还不像肝癌那么差嘛，所以它对药物的容忍性应该也会比较够，所以它比较能够吃药又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肝癌它能忍受长期这样吃药，其实它身体的变坏很快啦，很快，所以它承受不了高的用药。特别严重表示，肝硬化病人阁会当使用药控制肝门静脉曲张出血，但是肝癌病人就较无法度。研究显示，手术效果较好，副作用较少。但是，亲像陈先生为一开始的检查，经过手术治疗，已经弄18摆的胃镜。治疗方式够适合家己，要是要参医生讨论，由医生来评估。记者郭明林开台北报道。石虎是保育动物，即马为着要提高保育效率，台北市立动物园嘛是负责收容甲照顾，嘛开始探证，目前已经成功生出8只石虎仔囝。相片内底这2只细只石虎囡仔是台北市立动物园3月份新加入的成员。动物园作为全台收容受伤石虎的所在之一，除了照顾嘛进行探证。新出世的石虎会由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接手评估来野放。我们从109年到现在，就是成功繁殖了8只个体，那其中已经有5只已经交由生多所去野放。那今年还有2只新生的小朋友，也预计在它4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会转交由生多所做野放前的训练，希望他们回到野外可以顺利的存活下来。根据农业部的资料，目前全台的石虎数量无到1000只。林业以及自然保护署有推动石虎保育行动计划，除了抢救受伤的石虎，收容也阁有维护石虎的基地。为着让石虎的数量变多，繁殖生态嘛是其中的一个工课。是有一些个体，它可能因为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虽然不致死，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野外，就会变成比较偏长期救伤、长期收容的这个状态。我们希望能够让它的基因能够留存下去，所以会发起就是让他们做域外的繁殖。那繁殖出来的后代，经过野放的训练，确定评估他们可以有办法在野外生存之后，再野放到野外去。林保署指出，石虎的保育是需要真侪单位的合作，野放了后，嘛有相关的单位继续追踪确认后续的状况。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高雄林园的中文渔港，在长期以来是因为空间无够停存，所以并若风台来就会影响到船只的安全。高雄市争取3亿外的经费，目前是当咧施工混括，按算今年8月份就当启用，未来会当停90只渔船。林园区的中分渔港新规划水域，工人当咧施工，嘛有人咧踩毁壁倒，这是要完工的渔船停靠区。林园另外2座港埔散尾渔港，因为积沙严重，渔船大部分拢会停伫中分渔港。渔民就讲，近摆风台尾来，港内根本停袂落，渔港上济会当停780只的船，渔船拢会陆续卡着。包括迄个线尾、东线、西线、北线的船，拢往这边过啦。造成船啊，坐拢会烧壳，迄船啊，拢会足紧就损害啦。嘛是去这个客啊，无免啊，若无就使高雄啊。几年前啊，迄阵时拢去台风的位遮来哦，都拢提早拢使遐漂风啊。为着解决问题，高雄市向渔业署争取3亿外来扩建渔船区，按算8月启用。新建的码头总长有672公尺，水域面积有2.8公顷，会当停90只渔船，疏解原地客水的状况。另外，因为渔港无修理渔船的上架场，过去船拢爱驶到屏东才通修理，即摆也会增建上架场，规划收船的所在。这港埔渔港和线尾渔港其实拢迄个陆公尾啊，塌足济吼。
所以长久以来也无法度解决啦吼，因为即个海流的问题，市面当中的渔港只有规个坑里即个中份渔港，但是偏偏就是伊的位无够。新建新的鱼市场大楼及渔货拍卖场，目前由海洋局进行需求计划书制作中。将尽速函送中央争取预算补助。除了中份渔港的增建解决天灾问题，未来林园有捷运通过，地方唔忙会当发展观光。海洋局也针对渔会大楼甲渔会拍卖场提出相关的计划书，向渔业署争取补助。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再来看，这社会四界拢有温暖。这新竹市辅助工区主管中心参伊甸基金会合作，顺回社区来提供免费的维修甲保养。若有行动无方便的人，这服务部门可会直接去到厝里甲修理。穿好家私头啊，佮有零件来到社区中心，准备帮新疆朋友参时代。免钱修理轮椅也是拐啊，才会服务。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动的话，我最容易损坏的就是刹车、外胎皮，还有那个前面的小轮子的摩擦，很容易磨损。较方便啊，混了便，当啊走来走去，撞来撞去啊。一般你这敢会常常有出问题？有啊，会啊。倒位什么所在出问题？当阮会出问题，当是骹会出问题啊，因为这骹是迄种塑胶就像迄个骹有。拢会行来行，伊会磨损啊。修理虎躯的师傅过去是专门保养空军战机的工程师，伊讲修理虎躯的心情，就参过去同款，因为甲人的安全有关系，每一个所在拢爱真注意。一般轮椅开出问题的所在是洞啊，拐啊是在下底，防止过去用的塌啦。刹车像它这个都已经很松了，那如果说你在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话，它会，比如说它会变成这样子，会刹不紧。刹不紧会很危险。新竹市辅区中心除了逐个月会巡回各社区提供修理服务以外，针对出入无方便的民众，可以提供到处修理的服务。辅具这个东西呢，其实它也会有它的使用的年限，它也跟我们的机车、汽车一样，都是需要做保养的。所以我们也会在辅具宣导的时候，跟民众去强调说，辅具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买了之后我就一直用到它坏掉，可是这中间如果我们经过好好的维修、清洁、保养、检修，其实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性及安全性。另外，中心有借短期的服务，予临时有需要的民众来借。只要有需求，中心都会提供服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府城台南的汉内科诊所有被挖100档的历史，最近是来举办特展，透过诊所一寡医病故事，让社会会当看到医疗文化的演变。今日去台书铺特展，不管是苏东市的电击器，还是医生职业需要器具，甚至是病历资料，拢呈现过去的情景，互人想要了解过去医生甲病人的互动，也这物件拢是对府城的汉内科诊所来的。医疗医材会觉得很新奇吧？对，蛮新奇的，蛮特别的展。气氛有啦感觉都出来了。以前没有仪器，他也是能做得很好。医过很多人。他跟台南市民不同世代的市民的生活，不管是医疗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连结。透过病例的这样一个故事来呈现这样一个属于台南跟台湾的基层医疗的这个故事。汉内科诊所1929年成立，已经有95档的历史，对日本时代营业高档，也创办人韩石泉一生伫咧医界、政界、教育界这领域，甲台南近代发展的关系真密切，嘛见证时代的演变。也涵盖包括准总统热清的文书、成大医学院的教授韩良成，自细汉看爸爸甲人看病，家己嘛做医生做到大。伊讲医生甲病人关系转变，老医生是真感慨。医生甲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实在讲想起来，对医疗的帮忙实在是甚大。当然，即摆因为科技上过发达，说这个部分去互疏忽去，这是真无彩的代志。这摆特展交台书铺、成大历史学系、甲台南市汉内科诊所三边合作，呈现早期府城地区开业医生职业的状况，嘛看到无共时期流行病演变、接用的药啊，甲患者的模样，互当代观众看到过去在地的医疗活动、日常生活，甲医生和病人相处的情形。记者台南报道。
明仔载东北季风变强，这早暗会加较凉冷。也若拜五到礼拜，因为这季风有减弱，所以温度会豆啊回升。全台湾这北部甲东部高温是会降到30度以上。也若明仔载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17度到27度。 中部地区18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17度到27度，外岛地区是18度到26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 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